屏東縣市長周典倫涉嫌在2023年時提500萬替這個郭台銘來收購這個連署書，這是引起社會關注。今麥案件經過1審、2審，也閣有最高法院發回了後，高雄高分院經1審呢，今仔日是甲改判，照這違反着正副總統選罷法，甲判周典倫3冬4個月徒刑，也閣有褫奪公權5冬，並科罰金150萬。那我們現在就請周縣長做施政報告。出席議會主持縣政府施政總報告，議長周典倫表情看起來有淡薄仔無奈，因為伊被控在2023年總統連署期間涉嫌用錢替郭台銘買連署書，高雄高分院經1審宣判，依照違反正副總統選罷法，判周典倫3年4個月徒刑，褫奪公權5年，並科罰金150萬，不過閣會當上訴。連署的工作費都是由郭台銘辦公室所負擔。實無由被告個人在支出的必要及被告交付款項的後續流向、使用情形等客觀事實，因此認為被告辯解不足採信。2023年總統連署期間，國民黨籍的屏東縣議員，嘛是議長的周典倫，涉嫌為着協助郭台銘達到參選資格，提500萬予地州鎮長周品全，用親像鳥鼠會的方式找人連署。屏東法院審理了後，認定周典倫是地方議長，耍用錢介入總統連署，影響制度公平，1審重判4年，高分院認為只有買4份連署書，2審判3年2個月，周典倫不服上訴，27經1審改判3年4個月。很不滿意，對，謝謝。當然，對於這次判決，我們是非常遺憾。那我們會跟律師研議後再上訴。周典倫進前強調，伊有明確交代，這條錢是推動連署的工作人員費用，不是予連署人。專案伊只有甲周品全接觸，否認有違反選罷法的犯意。因查某囝周文金針對判決內容，認為非常遺憾，會和律師討論了後，佮提出上訴。記者柯秉哲，屏東報道。